我的是口香糖。那你看捏看看那个包装，哦，那有点清脆哦。甩一下，嗯，你觉得它的是不是口香糖？肯定不是，我觉得它是3、2、1，对嘛？都在骗，都在骗。我的是拖把，我的是吸尘器，我很肯定我们公司没有吸尘器。那你拧一下，你就算科技拖把。科技拖把哦。敲一下地板，我听听看。那你拖一下地板。我觉得它的不是。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我的是帽子，我的是手机。我想要听手机掉落在地板上的声音，哎呦，听起来有点轻薄。你也一样丢地板。哦。你放歌我听听看。你看着我。好，揭晓。你们都是一样的哦。都是 Footer 的袜子呀。